正义需要强大的武功。数次与恶势力的对决，让皮侠克元气大伤。为了补足失去的元气，皮侠克踏上寻找传说中大还丹的旅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可客栈哈卡卡店。说到补充营养、健康、好喝的圣品，当然就是要来一杯哈嘎绿茶啦。这个绿茶已经是今天 Morning 的一个客家代表了，但大部分的朋友都只闻其名，没有真正见识过我们鼎鼎大名的绿茶其实生的这个样子。没错啊，正统的绿茶可不是拿来喝，而是拿来吃的呀。历史悠久的绿茶有100种故事，有人说是三国时代的张飞带小小兵前往武陵时，为了治疗军团爆发的瘟疫，而向当地农夫请教出来的配方。有人说这是客家人从北方逃难到南方时，为了迁徙方便而生出来的食物，但翻翻历史本文，这些说法都经不起考验啊！最有可能的说法，擂茶其实是一种唐代古老的喝茶方式，一般会先将茶叶做成茶饼，需要喝的时候再磨成粉当3合1组。但到了明代，直接冲泡茶叶变成汉人的主流，过去要磨来磨去的方法，反而只在其他民族中保存了下来。在日本就成了鼎鼎大名的抹茶，而回到客家就是咱们的擂茶大大啦。不过像这种一开始蛮 normal 的饮茶习惯，在中国许多地区都保留了下来。反过来说，也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吃擂茶的习惯。这就要说说新竹北埔地区的故事啦。1998年，为了发展地方观光特色，这种只存在于部分客家人家里的餐点，在新竹的北埔农会计划下，被纳入了观光休闲的活动里。没想到一个飞天，就直接变成擂茶冲整啦！擂茶本来是浓稠的咸汤，又称作三鲜汤，基底是生茶、生姜和生米，再随意加点料，是拿来吃饱饱的呀。但在走向市场后，为了让一般大众觉得对味儿，也就这么成了清爽甜茶。接着各种健康、养生、有机可以好好卖的元素，也都加到了擂茶文法之中。这样的推广，有人觉得是商人炒作的玩意儿，但也的确让哈嘎文法得到更多的关注，让不同的擂茶制法有机会发扬光大。下次有机会到北埔，除了甜甜的擂茶，也可以体验一下传统咸咸的擂茶文法哦。皇天不负皮侠客，蓦然回首，隐藏于民间的大还丹正在那灯火阑珊处。皮侠客浅尝一口，与众不同，有别于一般的别。那大还丹之血，让他流下的汗水瞬间蒸发，决斗的伤口瞬间愈合。这大还丹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好，今天凌晨师傅不在，所以就由他的助手我威凯来教大家制作这个大还丹擂茶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那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导播，导播是谁？导播。因为我们没有擂茶钵，没有导棒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水盆还有擀面棍来代替，把这个绿茶的茶叶加到这个水盆里面，然后开始就用擀面棍把它全部磨碎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茶叶已经磨好了，我们吃一口看看好了。那味道真的很特别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加水，还有芝麻，继续把它们给磨得非常细碎，这样我们的茶喝起来才会好喝。好，我们终于把芝麻捣完了，耶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花生、南瓜子，还有加酱，然后也是一样，继续开捣，好大，就这样子捣。好，那我们终于把这个南瓜子还有花生也全部捣碎了。那这样基本上这个擂茶呢，大概就是完成一半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尝鲜看看吧。加热水，我们拌在一起，喝喝看哦。我觉得绿茶的味道好像还是有点不够哎，那我们找些擂茶粉来加吧。好像没有擂茶粉哎，不管，那就加这个吧。你确定你要加吗？要。你确定吗？要。好，你说的哦。对，我要加，我就是要加这个。再一点玉米粉，再加点水，再加点水，够还不够？全部都下去。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各位。对不起，我搞砸了，这已经不再是擂茶了。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东西，非牛顿力学流体，可能用讲的大家有点难以理解。表面上是流体，它又不是流体，它是一个谜样的东西。甚至呢，我可以直接踩过这个东西，看哦，这个东西基本上一般的液体。总之，今天我们做的擂茶彻底失败了。